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85回，時間180年9月22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地獄。呢一條就係舅父去行嘅火路，呢啲痛就係佢曾經受過苦啊！盧偉，好快就會到火路嘅盡頭，之後就會進入你舅父求治嘅地獄。白烏鴉，你送過幾多村民落去地獄啊？唔好用個送字，佢哋會落地獄，全因佢哋生前犯過嘅錯。我只係陪佢哋行最後呢段路。點解你好似冇咩感情咁樣嘅？生於啞鈴洲，死於啞鈴洲。世界嘅組成，一切因果嘅定數都唔係由我決定，我亦唔能夠控制以及左右到大局。既然係咁，我只好做好本分，維持呢個世界嘅運轉。所以，盧偉，我問你最後一次，你真係願意代你舅父受罪？係。而家翻轉頭，仲嚟得切㗎。如果舅父輪迴轉世，一定可以帶領我哋行得去更加遠㗎。縱使一切已有定數，最後會徒勞無功，都唔會後悔。除咗盧氏村長以外嘅人，我覺得都應該有權知道呢個世界嘅真相。舅父選擇做雀仔而唔係豬，就由我去幫佢繼續飛啊！雖然我唔同意你嘅選擇，但我尊重你嘅決定。我哋就快到火路嘅盡頭啦。白烏鴉講完之後，我哋再行多幾百步，就到達火路嘅盡頭。火路嘅末端連接住一大片暗紅色嘅土地。呢一片暗紅色嘅土地就係地獄區域。你見唔見到一個個被鎖鏈鎖住嘅鐵櫃啊？鐵櫃入面就係落地獄受苦嘅靈魂。鐵閘上面有一個木牌，寫住年份同埋罪行，即係佢哋要受苦到指定嘅年期先至可以轉生。冇錯，我哋而家就要揾出你舅父嘅鐵櫃，而佢嘅罪行就係偷飲靈魂之水。咁佢哋一路行完火路，係會直接入鐵櫃，定係佢哋拎住屬於佢哋黑色嘅樹葉到火路嘅盡頭，黑色樹葉就會轉化成鐵櫃，困住佢哋。咁照你咁講，佢哋係應該唔會知道有幾多個靈魂，以及佢哋係睇唔到我哋面前有一個好似廢墟咁嘅鐵櫃情景。冇錯，喺呢個地獄受苦係孤獨而漫長。但係你望下嗰邊，點解喺遠處好似有人向我哋呢一邊跑過嚟咁嘅？有11個有3種顏色嘅靈魂，但有一個只係得2種顏色，冇可能嘅。喂，白烏鴉！白烏鴉由人形瞬間變成烏鴉形態，向嗰班靈魂飛過去，而我就用全力向嗰個方向跑過去。我越跑越近，跟住我就見到幾百米外有一個熟悉嘅身影，就係舅父啊！但係佢全身充滿住大大小小嘅疤痕，手腳都鎖住鐵鏈同埋手扣。究竟佢受過咩苦？另外，佢身邊仲有一個我從未見過嘅人喺旁邊，而佢哋身後有10個戴住頭箍、手腳俾鐵鏈鎖住嘅靈魂追住佢哋。其中一個身上插住好多支箭嘅靈魂就衝向佢哋，跟住白烏鴉佢又變翻人形。佢變身落地嘅同時，射出3支白色羽毛箭，直插落嗰個靈魂，佢應聲倒地。舅父，偉仔，你都落咗嚟地獄啊？點解會咁噶？佢諗住落嚟代你受苦，但點解你會離開到鐵櫃啊？因為呢個叫阿達嘅人，佢話佢係另一個世界嚟噶，仲自稱自己係元武童子添啊！你究竟係邊個？點解可以入到嚟啞鈴洲？我下次寫定啲傳單，見一個派一個啊！但依家咧唔係重逢或者講身世嘅時候啊！你睇下，嗰個中羽毛箭嘅靈魂企翻起身，仲向我哋行埋嚟啊！從來冇靈魂可以離開鐵櫃，究竟發生咩事？
冇用喎，佢好似完全都唔覺得痛，繼續向我哋呢邊行緊過嚟啊！除咗佢，其他9個靈魂都慢慢向我哋行過嚟。白烏鴉，咁依家點算好啊？自我做呢個職位以嚟，我都未遇過呢件事，或者家姐會知道點處理。你家姐盧天仲有盧六喺天堂嗰度啊，你有冇辦法通知佢哋啊？阿哥佢上咗天堂啊！得，我哋不如解決咗面前嘅情況先，再慢慢講啦吓。火路啊，我哋沿住嗰個火路，咪可以行翻去生死中途島咯。每個靈魂離開火路踏上地獄嗰一刻，條火路就會消失，所以呢個方法行唔通。呢10個靈魂嘅眼神都好空洞啊，好似只係識向前行過嚟。既然係咁，唯有用呢一招啦。我拎出一張寫住靈魂鐵閘嘅黃紙，然後黃紙一燒，嗰張燒緊嘅黃紙拋向全身中箭嘅靈魂前面。黃紙燒完嗰一剎那，一道大鐵閘擋住嗰個靈魂。但我得翻4張鐵閘嘅黃紙，但仲有9個追住我哋，唔知咁做得唔得呢？我將一張黃紙撕咗做4份，變成4小張，然後俾咗3張佢哋，自己拎住一張。阿達，你想？我哋快啲衝去最近我哋嗰個靈魂嗰度，然後我哋4個一人一邊包圍住佢。但我唔知得唔得嘅，不過都要試下噶啦。知道。最近我哋嗰個靈魂雙目被木籤撐開，應該就係之前我見過犯咗奸淫之罪嘅靈魂。我哋4個喺黃紙燒完之前，白烏鴉再射出10幾支白色羽毛箭，插實佢雙腳，暫時鎖住佢嘅行動。我哋4個圍住佢，而佢望實我，雙手伸出嚟，好似想捉住我咁。但我哋4個冇理會，東南西北4個方向圍住佢，然後黃紙燒完，即刻變出4道較細較矮嘅閘圍住咗佢。成功咗啦！你仲有幾多張黃紙啊？仲有3張，不過呢度仲有8個靈魂。咁一係我哋引佢哋集中埋一齊，然後再用呢個方法圍住佢哋。我諗唔使啦，你哋睇下嗰8個靈魂，連同頭先全身中箭嘅靈魂，已經集中埋一齊，向我哋行緊過嚟啊！嗱，呢度有3支火柴，3張黃紙，你哋一人一張啦吓。咁你呢？我去收翻頭先嗰度大鐵閘，咁就可以一人一邊圍住佢哋。嗱，大家執生啦！我跑過去，諗住用左手激光消滅嗰度大鐵閘，然後用黃紙吸收翻佢。點知我一跑一喐，嗰9個靈魂呢，竟然向我衝埋嚟。阿達，我用羽毛箭插住佢哋對腳，你快啲過去。白烏鴉，你啲羽毛箭好似唔好夠力喎，佢哋用手掹翻啲羽毛箭出嚟喎。唔好睇小我啊！有一個全身肌肉嘅靈魂擋晒啲羽毛箭，而另外8個靈魂繼續衝向阿達嗰度啊！等我去救佢。我跑過去呢個叫阿達嘅男人嗰度，我唔可以俾佢有事啊，因為得佢知道發生緊咩事，同埋我都好想知道另一個世界嘅真相。一個身形比較瘦削嘅男人靈魂轉身望向我，佢擘大個口，我發現佢口入面條脷展開咗一半，佢發出啲嗚嗚聲。雖然我唔知道佢生前發生咗咩事，但係真係唔好意思啊！我向前模仿串刺嘅動作，刺出右手。偉仔，快啲去救阿達啊！佢俾啲靈魂圍緊啊！白烏鴉嘅羽毛箭射極都唔能夠令嗰個大隻嘅靈魂移動半步，而剩低嗰7個靈魂有2個行緊去我嗰邊，其他嗰5個就包圍住阿達。阿達，小心啊！呢個被圍嘅情況同喺千獸島好似啊！佢哋都係有目的咁攻擊我，唔通有人控制緊佢哋？但依家唔係諗呢啲嘢嘅時候啊！目前最緊要係諗點樣甩身。不過完全唔識打交嘅我，完全無計可施。佢哋5個已經前後左右咁包圍住我，
仲同一時間衝向我嗰度。我唔夠佢哋快啊！有一個手長腳長嘅靈魂撲跌咗我，另外2個咧就捉住咗我對手，另一個咧就抱實我條腰，硬生生將我由地下拉咗上嚟。我被鉗制住，完全喐唔到。跟住全身插住箭嘅靈魂慢慢行向我面前，佢突然雙膝跪地喎。嗰隻捉住我手嘅靈魂用力將嗰隻左手移向插住箭嘅靈魂嘅額頭嗰度，跟住呢個全身插住木箭嘅靈魂，佢用手掹走插住佢嘅口同埋喉嚨嘅箭，用沙啞嘅聲線同我講：救下我哋啊！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2季小島篇第85回，地獄2。阿攝飾演阿達，阿歐飾演求志，鄧添樂飾演蘆葦，小白飾演白烏鴉盧地。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